表里清楚无不得，自我心自在地大用无病。来，先的内容。因为这两种有言那个背，有个言那个背。学而不言这句话是得业自修。咱今仔日要修德，要立业，这个自修，爱有学而不言的这个精神。爱有学而不言的精神。若无呢，咱无德，咱嘛无伫这个德业工业的内面，咱无法度。这就是德业自修的方法。你是非人不惯，是教学成人为用的功夫。非人不惯就是道教，咱是起码天为用的功夫。这孔圣人都甲咱讲甲足详细，也嘛讲甲足简单，互咱看着当了解。这个事在孔武主来讲，已经成为习惯。这个事来孔武主来讲，已经成为习惯了。伊讲我会安尼，何有于我在，何有于我在。除了这三样以外，我无啥物会啦。因此，三件事是相辅相成啊。这三件事呢，是大家小听也小想。你家己有纪律入前，有学而不言，当然到有一个境地，你会感觉讲，要我干学而不言，干落想尔，无来行功立德，无来纪律入前，才会使啦。无来入前，记到有力，一定爱认真啦。安尼后日你才有果位，等到西方，有一日若福气，咱等到西方，做事业若无鸟得讲。你带我一人转来，迄个时阵你外头看咩？人都拢带规定，咱拢无带啊。咱伫遐来见笑，这你毋知影，你咱毋知影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个孔圣人甲咱教人来学不一样，教不惯，为是不惯咯。那么安尼呢，咱后日转去，咱有哪？我来会当成就圣贤的成就，圣贤成果。所以这是孔武主来讲，已经成为习惯。因此三件事是相辅相成的。能力能力识悟道，就会发生兴趣。你点点去甲误会悟道，你会引起兴趣，发生兴趣就会学而不言。你就会学而不言啦。学好会感觉学无止境，学了后你会感觉讲，这个学毋是咱学无偌久就会晓啊。这学海里面，学海无来啊，咱来了解。学海言朴，学问言朴，陆行之道，圣人天德，因彼众生，咱一定要了解。学问啊言朴，咱就会想讲要来行，要来做。有耐性，一定要有活法，要来行，要来做。圣人天德，圣人伊就是像天的德安尼，因彼众生，伊所有的物件，咱因彼众生。好来，无咱暂时来停困暂时停困。动词题。感谢讲师慈悲贤道一公，坤道一公。Come on.